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翻到嚟小弟嘅 YouTube channel Gordon 吹水 Talk。呢條片就同大家傾下曼聯新近結束嘅呢場比賽，作客對般尼茅夫，結果打成咗2-2。從成場波嘅兩隊波表現嚟睇呢，打和係一個合理嘅結果，但從過程上邊嘅一啲事件嘅分野上邊，其實我覺得曼聯係應該攞3分嘅，唔應該跌2分出嚟嘅。講白啲，其實即係英超球證又喺度發瘟啦，真係！即係咁多年嚟，我作為一個資深球迷，睇英超都睇到從零幾年、02、03年開始睇到而家，啲英超球證真係完全冇進步過咁樣，好似真係。即係當然啦，其他幾大聯賽嗰啲球證呢，退步添啦嚇，即係以前都水準都幾好，而家有啲退步添啦。英超球證我覺得一直都係維持喺低水平嘅，冇進步過，甚至乎更加退步添。即係而家有埋 VAR， 其實有 VAR 同冇 VAR， 我之前都已經提過，就係 VAR 只係一種工具，講到尾都係嗰啲人操作，即係嗰啲球證操作。啲球證垃圾 ，VAR 自然就廢嘅。如果啲球證係堅嘅係勁嘅，咁個 VAR 當然係有用啦。所以其實 VAR 根本就唔係問題。問題從來都係嗰啲人用嘅嗰啲人嘅問題。OK， 講翻呢場波先。其實上半場呢，曼聯其實佔優勢個方嘅，算叫做。雖然射門比射門差唔多，中籠亦都我記得好似係14對13對12定14對13嘅射門比，然之後中籠係2對2咁樣。但係其實呢，大部分控球嘅時間都係喺曼聯掌握喺曼聯之下嘅。左右兩翼嘅進攻係幾到肉幾鋭利嘅，特別是係左邊嘅古亞，佢今場波基本上係搞到對方嘅正選右閘基文尼斯呢個從即係 AC 米蘭轉會過嚟嘅西班牙嘅右後衞，基本上係搞到佢疲於奔命。佢70幾分鐘定60幾分鐘，70幾分鐘換走佢嘅時候，佢已經即係扯晒氣又好，逼古亞爆到即係失咗球12碼好，佢情緒低落好，已經基本上係呢個點係一個即係叫做曼聯嘅一個破位點嚟嘅，突破點嚟嘅。成場波古亞對住佢係佔盡優勢嘅，所以基本上左邊古亞就有優勢，右邊其實上半場阿馬特其實都係有幾下，即係可能係啲猜傳嘅時候猜空咗，佢喺右邊就可以單對單，然之後佢又有時候同阿達洛做個疊瓦，有時候同中路般奴佢哋喺度做小組，其實都做到攻勢嘅。上半場有一下佢即係有2下啦，我冇記錯就有2下佢係有射門機會嘅，不過都係一下就俾個龍門救到，然之後打翻轉頭，另外一下就俾人封擋咗出底線。其實成個上半場控球主控嘅都係曼聯，然之後般尼茅夫算叫做主手啦嚇，唔知佢係特意咁樣點啦嚇，但佢有時都逼出嚟嘅，逼到佢一時啦逼出嚟，即係後場曼聯喺後場標握嘅時候，佢就會逼出嚟就逼甩你個控球，然之後有幾下都係逼甩之後發動攻勢直接射門，或者射唔到門又好，或者即再繼續攻勢又好，有幾下都係咁嘅。亦都有一種比較有趣嘅現象，就係上半場就係曼聯一攻過去有好表現，一攻過去有好嘅攻勢，即係比如有射門啊，或者好靚傳中啊，有危險嘅時候，佢打翻轉頭，般尼茅夫即刻打翻轉頭，佢亦都打到出嚟嘅，即係亦都攻到去你門前。簡單嚟講，佢又好似佢有啲手，但係佢進攻都好有板斧嘅。所以其實般尼茅夫今季呢隊般尼茅夫嘅表現，佢而家派到呢個位，表現其實都真係唔差嘅，唔係一支下游嘅球隊嚟嘅。所以上半場雖然係曼聯主控，兩邊都有攻勢，但係咧就硬係就入唔到波。即係阿馬特嗰2下啦，然之後阿古亞又射過啦，又俾龍門救咗啦，然之後般奴又射過啦，般奴射嗰球就即係算叫做佢可能想燙
趟過，但結果人食死咗個波，就冇乜力，又係俾龍門救到啦。上半場就基本上係咁嘅，曼聯控球優勢，射門同對家差唔多之下，打成咗0-0。好啦，到咗下半場估唔到先係成場波嘅所謂嘅戲肉所在。呢個戲肉唔係在於雙方嘅表現，呢個戲肉係我講緊就係球證。下半場翻出嚟咧，頭10分鐘嘅時候咧，雙方比較膠着嘅都係，即係曼聯又唔係點攻得到，而般茅咧又冇咗好似上半場咁嘅鋭利，亦都攻唔到咁樣，即係兩邊都好似冇咗咁鋭利啦，兩邊都處於膠着狀態。頭10分鐘，然之後又係一下算叫古亞嘅個人能力喺左邊控住，然之後一對二。兩個之間穿咗過去，然之後逼到即係我都頭先講咗，基文尼斯今場波基本上俾古亞食到真係一動都冇，可能佢當時真係已經頭腦發白，即係頭腦空白咁樣，即係順手一拉咁，結果就12碼。然之後般奴射入就領先，然之後 OK 呢領先咗之後，戲肉就真係正式開始啦，球證開始表演啦。到咗60零分鐘度。阿馬特又羅晒入禁區，擺到明對方係冇攞波，搶唔到波嘅情況之下，雙龍出海拱跌咗阿馬特嘅球證，竟然一啲表示都冇。然之後最搞笑嘅係英超官方個 Twitter 即係 X 啦嚇，佢發文就話咩球證表示呢個接觸咩解釋呢個咁嘅判罰。然之後後尾即係因為呢個判罰冇吹，然之後班尼茅夫就結果追和啦。呢個真係好諷刺，好搞笑。好啦，到咗呢個都唔係關鍵就後邊75分鐘左右，72分鐘左右啦嚇。我哋曼聯得個角球，然之後班奴斬中，令到馬古尼逼到對方中間烏龍。OK， 烏龍之後2-1。對方就換咗3件出嚟，算叫做加強攻勢。嗰段嘅時間咧，其實係班尼茅夫的確係壓住曼聯嘅，曼聯係即係半場都過唔到，組織唔起攻勢。嗰段係壓住，繼而就有嗰個12碼紅點套餐出現。嗰球波 OK， 如果你話呢球波馬古尼你咁話佢一隻手叉埋去，然之後整跌咗對方就12碼紅牌嘅話。咁點解嗰下阿馬特俾人雙龍出海咁樣拱到地下就唔係犯規咧？兩個都係拱啫喎，兩個都係叉隻手埋去，一個馬古尼斷線一隻手啦，對方係雙龍出海咁啦嚇。咁點解個球證可以雙標雙成咁嘅咧？然之後個 VR 又係話冇事㗎，即係阿馬特講冇事，阿馬古尼嗰個就 OK 啦，就係咁啦咁。所以我就話，其實就球證嘅問題，球證嘅質素垃圾，就令到個判決就非常之垃圾，個標準完全不一㗎。即係呢邊就犯規，嗰邊就唔犯規。其實你話你如果救吉士好嘅球證嘅話，係咪只要啱判決嘅話，係唔係都12碼㗎啦？你使鬼你話即係短時間同一隊判2個咩？判3個、4個、5個、6個、7個、10個都應該判㗎，唔係咩？足球唔係應該咁踢嘅咩？如果你話短時間內判2個、3個係唔啱嘅，咁你唔好踢足球啦，你唔好要啲規則啦，喺街場喺街邊打交算啦，係咪咁話先？所以其實判罰，其實我個人睇咁多年波，我個人嘅觀點就係，你判罰嘅標準一定要一致。你既然判得馬古尼嗰個係12碼，咁你就唔該判埋阿馬特呢個俾人犯規呢個係12碼。我當你馬古尼呢個紅點套餐係 OK 成立啦，咁最終得出嚟咁都係3-2，曼聯領先啦。後邊就算10幾分鐘曼聯俾人壓住，即係打少一個俾人壓住，咁未必會失呢兩分嘅喎。所以其實呢場波去到下半場75分鐘，馬古尼呢個12碼之後，基本上已經冇乜好講㗎啦。其實兩隊波75分鐘之前兩隊波嘅表現其實都算叫做勢均力敵，即係曼聯有曼聯嘅優勢，班尼茅夫有班尼茅夫嘅優勢，但只不過呢場波最後就搞到最後15分鐘就踢成咁，根本即係踢成呢個2-2嘅比數，根本就係個球證搞出嚟嘅，
所以其實即係英超球證真係曼聯嚟講咧，呢場波其實全場嚟講，即係就算75分鐘之後打少一個咧，佢哋都即係叫做冇算話非常之劣勢。對家其實般尼茅夫都冇乜射門㗎，都算叫做守得幾好嘅曼聯，結果都係可以博得1分翻嚟。但真係其實如果冇呢個冇呢個咁嘅阿馬特呢個咁嘅12碼唔判嘅話咧，即係呢個雙標嘅雙重標準嘅12碼嘅話，其實曼聯應該可以3-2叫做險勝啦，險守到3分翻嚟嘅。但結果即係跌咗2分出去。其實呢場波以曼聯嚟睇咧，表現係唔錯嘅，即係嗰個進攻，即係佢哋嘅上半場嘅表現好明顯就好啦，下半場就叫做跌咗少少啦。下半場嘅進攻叫做跌咗少少。呢個跌咗少少咧，我個人認為呢度係因為關即係而家正選嘅麥保姆嘅問題嘅。麥保姆咧其實狀態差已經唔係今場啊。前幾場已經一路都係狀態差，即係狀態差到真係，即係佢今場好明顯睇到佢就喺前邊做前鋒，即係有時候後場飆唔起啊，拿文斯斬個波上去，佢係爭到啊，但爭到之後其他隊友又幫唔到佢，即係攞唔到第2點，佢又有時候有啲即係佢有啲好疲倦嘅感覺，即係唔知係咪。即係當然啦，佢咧就冇公開講過佢係咪即係穆斯林，咁近呢一個月係穆斯林個咩齋戒月啊嘛，我唔知佢係咪佢冇公開講過係定唔係啊？咁假設即係如果話一定要揾理由嘅話，如果佢係穆斯林嘅話，近呢一個月齋戒月嘅話，佢有可能真係影響佢個身體狀態，所以其實個時間都幾吻合嘅。近呢一個月佢嘅表現真係狀態好差嘅，麥保姆，即係所以。近呢一個月咧，佢狀態好差嘅時候咧，好在算叫有阿古亞同埋阿石斯高頂住下，所以攞到唔少分數。即係如果唔係嘅話，佢咁差嘅表現，其實呢場波咧，以佢咁即係上2場都係咁差嘅表現嘅話，應該試下俾阿石斯高做正選。不過即係教練組都仍然卡維哈教練組仍然都係信佢，咁俾佢做正選。阿石斯高就後備，咁就所以即係呢場，所以呢啲其實我唔知阿麥保姆係咪即係。穆斯林齋戒月有咁嘅問題啊嚇，希望嗱齋戒月好似啱啱完咗啦嚇，希望即係後邊嘅比賽麥保姆個狀態可以好翻啲啦。如果假設佢係穆斯林嘅話，你當然啦，佢即係個人冇講過，我就唔清楚，我猜測嘅啫。如果即係後邊個狀態好翻嘅話咧，我可能就更加證實呢個猜測係啱。不過呢啲都後話啦，我始終都係希望全隊個狀態可以 keep 翻到喺度。4月份嘅聯賽可以即係再一鼓作氣，4、5月份最後呢幾場就可以 keep 翻喺前5嗰度攞到歐冠資格啦。今場波即係算叫做俾球證偷咗2分去，即係算叫做有啲唔抵噶啦。而家就算叫做企穩喺第3，領先後邊嘅維拉4分到，後邊嘅利物浦啊同埋車路士都4、5分嘅距離。希望後邊嘅比賽可以即係繼續貼翻呢個好嘅勢頭，踢得翻好啲啦。不過馬古尼直紅，可至要停2場停3場，後邊真係後防真係難搞啲啦。迪列治就背傷，我估計應該收咗呢㗎啦。咁即係得翻阿 Euro 同埋阿希芬喺度。後邊兩場嘅話，我估應該2場啩。直紅我唔記得咗英超係咪停2場啊？要直紅嘅話，後邊嗰2場，起碼後邊嗰1場都要夾硬佢2個後生頂下啦。所以希望教練組可以有啲好嘅諗頭，令到隊波可以順利過渡啦嚇。OK， 今條片就講到呢度。如果大家覺得小弟講嘅啱聽嘅話，就歡迎 CLS 小弟嘅頻道。多謝大家支持啊！再見。